了解嘅传统艺术跟头戏，韩国沙燕手势过后，3轮2带大家去到沙燕嘅夏苗镇。夏苗是系非常繁荣嘅庄头，唔过也多年来，居民家家西亚到其他嘅城市做手势来落实的。夏苗路天天嚟没落嘅。唔过就当地文化工作站表示，夏苗镇嘅落雾堂下，唔单止刁难同好，落一批人还会做太平沙漠。是过实行嘅营业，也是为夏苗带来更多嘅收入。也很多特别的文化，都看得出夏苗同客家有起亲密关系。也下是秋天好过雾的时期，从以下那就可能到日啲嘅过雾。无限沏茶，茶下一时下落山后，就看到慢慢嘅就是金雾。一片金雾，唔但将系天空饱满嘅雾村，还有几度位露出后同雾堂后，未系晒得日头金雾嘅雾。顺带慢慢白白嚟落落来，皮到张过啦下来嘅成功面试，嘅系机器配角。批唔出得嘅面試，觀秋天少年的日頭，有人觀家同連沙搬到一上嘅天，那種也是值得吹，一種相互旺薄嘅情緒，那就看得到。當做石頭熱發發嘅一群村民，就會按啱跌下來嘅屋村，冇那張地，眾人家留幾條多個。冇做機器，過唔到嘅人生無村，造成奇彩人煙眼。安尼幾條無天梯和강嘅人，看到老嘅嘢動下石頭，沒有心味好食。也特別係路名按到兩戶口嘅沙燕夏苗鎮10鎮區，單單都係相逢日同相老日。故說一旦就有錢家樂特別風嘅講法，在替文化工作站講，夏苗有一隻素材同客家還有同親嘅關係。工作站嘅站長戴定恩行過3行4路位，就係為到以前傳說當中，到今還當日做得太輕鬆嘅阿伯婆，同佢又再講到無後難。佢老人家爭過不長，獻出來見啦，因一群天無暗夜來到嘅人客，當功夫為時裝打扮過後，天天嘅行業堂下，看佢做太輕鬆，天天想到人嘅注意。將花邊將帶啊，將哦，帶嘛自家去做個相當買了吧。這袋子是以前古代時候買來換族人留下來，以前做衣服做剩下來，他就留下來。這一根這小的袋子，他就自己做的。前面開扣了，開拉鏈了嘛，買給他穿，他都穿不習慣，他都不習慣，他就是這種衣服穿。他天氣在不管你多冷、多下雪還是結冰哈，他都是這樣子穿。用心設計嘅鉗頭棍邊同圓內位，一身衫褲做成係阿伯婆自家裁剪、自家量呢。也心叫講阿伯婆總共有3身太輕衫，健身後也是係清洗呢。將做好事冇就有乜嘅太聰明，怎會做？因結合福氣嘅，受到按後裔嘅款待。今年96歲嘅阿伯婆。平常時都還會煮飯、洗衫，就算見針線，連丈夫沒靠唔到佢。以前我們不是穿那種白底的鞋，長鞋嘛，壞掉，但是他拿來剪來自己剪，鞋底剪了，再就自己拿來縫。所以這時候是奶奶縫的。自己做的哎，她自己縫的，手藝很巧她。我一到東上外地，父母嘅歌唱當中，阿伯婆總係呢呢鬧鬧，唔知啲嘅呢鬧乜嘅，而冇那張地，
佢一出当第一，原来做乜嘅？就崩的呢。他以为说他的脸皮肤过敏，是不是把他照光？要不是这样子，他才不肯下来嘞。他认为来看他的脸。人家天头提酒提高超熱，可見老人家唔聽，故所推遲提機，想我留人食飯嘅好意，夾離開。这玉堂我们是一个辈，意思说我们先长这一辈啊，都是那边过来的，好像是我那边是哪里过来的，好像江西要过来的。空地山那都紅嘅老木嘅，堂下吊頂金剛銅嘅銅殼，銅殼唔但將後半後退子孫地底，加速同相似嘅年頭歷史。記咩記錄等種族嘅功用。講到金剛銅，就會講唐朝宰相張九齡千秋金剛嘅故，夾風土、文章、功名、上目，都做得做子孫嘅好用嘅。也就係講，佢其實就係想種人嘅同學，同先祖被培養嘅金剛銅。韓國大家就第一客家相種人嘅親好同嘅念頭都強得到。反正就是結婚一定會有，但是一定有。有吃的就是早生。好像連起來，雞巴會連啊，好像大家會通心通電一樣，好像現在講話一樣。哦，就是感情會很好。感情很好，對對對。就算自己無人啲也係咧，唔過對老福嘅。韓國堂甲白連沙講嘅幾條故，影響嘅發現嚟到，結婚時也附總公義，有幾紅日，有幾神事嘅。韓國見到到有乜嘅太公見，天朝一定後期嘅來款待人客。原來這些床雕都是非常好的，是後面當時那個時候破四舊的時候，這個毀掉，打掉。所有綠松蓮子、麒麟松子、福祿樹一條塑結，有時為出門雕刻，造就發野發每日沒無人長。就啲見光大爽，見圖壇家下，我也條看到對啲堂下別個好當地片的作家誒。過去曬鹽就是用這種竹葉做的這種作為曬鹽的鹽具，然後這個放一片下去。葉一片一片一排一排的排好再蓋一片下去。也幾多嘢從大陸嘅曬鹽家，今日拿來搭泡棚嘅，韓國做主打嘅木檔，見鹽見看老相片，因為嘅鹽呢，就係夏苗子講緊一定人嘅產業，像曬鹽呢就做得講起菜地，當有特色嘅人文景觀。3擺托、4擺托都冇簡單，爭得到前面一邊、前面一類做鹽嘅演繹啱後，故作爭有幾筆見到，實現做鹽嘅前面嘅功夫。佢係天然貴，每日下冇天氣，就像春季13年限啲嘅泡鹽時，泡為30年，有樣功夫，色彩很針拿，兩下班。就係一時一時嘅圓嘅演習，泡好嘅演習，一件一包本好裝好，並啲落位度，很正定一隻夾子，代表演習嘅品質，等級一定針。各位不用說呢，順定東海、上海、閩江、買到福州同其他前主要前老嘢嘅都市風氣。以前有啊，現在到處都有。以前現在很少了，沒人抄了，改變掉了，人家都抄香煙了。現在農民也有錢了，老頭子都不抄這個煙了。那你打算報到什麼時候？我打算就不報了。啊，就不報？不報了，做不來吃啊。哎呀，以前天一亮都起來報了，那個時候工資很低啊，跟那個田比起來，如果多賺幾塊錢，我們天一亮就跑起來做了。
现在就不行了，人也吃不消，坐下来也消不去。看唔样正好get到也冇例如的人的好在，天连龟多多少少还係會跑得會比搏，見跑一道就像跑到肉、跑到滾樣嘅，心肝痛到時，一層又一層。頭擺啲下面也打白，做得講係咪家咪屋都會種鹽呢？唔過也向產業也係幾見來見少嘅。也個前面咧曬鹽嘅老師傅就講，今年也沿時期跑題，佢就冇做嘅，也向菜地嘅傳統產業就會安尼冇睇咧。過去30年嘅春光，用鐵頭上買地，準冇建議咧。到為今年年代，古日下苗跑鹽時嘅產業，怕連鹽市嘅就似唔到嘅。人天天呢行出鹽倉，義工頭後有一槍糖豆跑鹽時嘅生，一生比一生行較重，一生比一生行較沉。少數時節嘅下苗子，那依舊無限恉差，一片曬過，天天寒天就會倒落葉。這片高樹亂竄，啲個隻檸檬嘅枝誒。佢也到悠悠嘅溫溫嘅，啲也搭土地上認真嘅工藝咧，就將當佢慢熱乾熱下，行起個佢也到自家嘅呢類嘢頭髮熱，我也到啥衝熱唔拄好，種落去嘅熱凍死你。在個外頭看啊，未長春天天風避過來，溜溜嘅寒皮嘢到嘅骨肉味，行個松樹面紅，強強嘅。搖啊搖嘅嘢，絲索生，按唔準，要確確實實，要硬要夾，從而唔使起個用嘅。